廣州市中心開咗一個新嘅夜市，梗係要去飲翻碗牛蛋湯先啦。夜市有100幾個攤位，有特色廣府美食，都有全國網紅美食。3日租晒啦，一條街百零檔，有4檔係同行嘅，就唔會話引入第5檔啦咁要。搞呢個夜市咧，真係都係非常之好嘅。我哋做濕辣嘅，跟住烤呢全部都係炭烤嘅，好香口嘅。賣幾多錢一串啊？我哋呢個濕辣咧係2蚊一串嘅，全部都係當日新鮮嘅，都係手工串、手工切嘅。生意好唔好啊？啊，生意非常之好，啲人流你睇到啦，好多人流啊！呢條街啲嘢咧，樣樣都咁好食，兼且咧最緊要係平靚正。買咗啲咩食啊？牛雜啦，牛肉串啦，呢啲咁嘅燒烤啊、炸串咁嘅類別。酱汁猪手哈，特别软烂。哇，你是從哪裡來的？我們從番禺那邊過來的。這2天生意好嗎？供應好的時候。幫我們稱半斤，謝謝。夜市開喺珠村核心區人流密集嘅地方，啱晒市民前嚟食宵夜。4方食肆不過一碗人間煙火，都話廣州人嘅生活最接地氣。其實尋常日子裏面嘅安樂同快意，就藏喺嗰啲徹夜不眠嘅夜市光影裏面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